嗱，上次咪講到樂施會有好多毅行高手嘅，除咗阿陳智思先生同埋我之外咧，仲有現任總裁鄧志輝先生。佢今日就會同大家講下樂施會同扶貧有乜嘢關係。大家好，我係樂施會香港總裁鄧志輝。如果我問大家講起樂施會呢個機構，你哋會諗起啲咩呢？加入樂施會之前咧，我其實咧喺金融服務界咧從事呢個企業管理啦、財務管理同埋啲資源分配咧，已經有好多年嘅工作經驗。同好多香港人一樣，我認識樂施會咧係由樂施毅行者開始嘅，咁亦都4度咧完成咗樂施毅行者，更加係其中一隊咧最高籌款嘅隊伍。當然啦，樂施會何止淨係得毅行者咧？樂施會呢個機構咧喺1976年成立，咁眨下眼咧喺香港已經成立咗50年啦。過去半個世紀，香港樂施會咧喺全球各地咧都留低咗無數嘅足跡。我哋推動公平貿易啦、建構氣候嘅適應項目啦、一啲社區扶貧啦、政策嘅倡議。當世界各地咧有天災人禍嘅時候咧，我哋提供一啲緊急嘅人道救援，長遠咧係協助災民咧恢復生計。簡單嚟講咧，樂施會一直關注咧係貧窮問題。咁我亦都深信咧，面對全球衝突加劇咧、氣候災害咧越趨頻繁呢啲咁嘅嚴峻考驗咧，消除貧窮咧係需要更全面啦、更具有前瞻性嘅手法嘅。我希望將自己累積多年嘅經驗咧帶到去樂施會度，確保公眾咧每一分每一毫嘅捐款都係能夠更加精準、更加穩妥咁樣咧運用喺最有需要嘅地方，去協助弱勢社群咧脫離貧窮嘅狀態。展望未來，讓我哋以過去50年嘅深厚根基，結合各方嘅力量，攜手應對貧窮嘅挑戰，共同建構一個更加公平、可以持續發展嘅無窮世界。